全球貼尋人啟事撐艾未未。內地著名藝術家維權人士艾未未被當局拘捕第6日，中國外交部證實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，正接受調查。艾未未媽媽高英尋日接受本報訪問話，當局係想治艾未未嘅政治罪，但喺經濟上揾毛病，而且已經唔係第一次。2年前查他的賬號，也是想整他吧。他這個賬號，政治以經濟詐騙這個理由，他就暗中操作了，他不是公開的了。到中國銀行查他的賬，結果他賬號裏邊好幾個賬號，包括他的太太的賬號裏邊都沒什麼錢的。高英話：當日如果唔係有警察去艾未未屋企抄家，佢哋仲以為艾未未俾黑社會綁架。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黃有金話：根據中國刑法，經濟犯罪定義廣泛，涉及幾十種行為，嚴重嘅最高可以被判死刑。不過佢認為當局拘捕艾未未嘅時間同過程都好奇怪，所以佢懷疑目的係阻止其出境，而用經濟犯罪呢個罪名裁佢。佢話茉莉花革命令中共手忙腳亂，唔按法律程序辦案。繼高英喺網上貼出尋人啟事之後，有網民尋日喺 Twitter 話會發起全球網民喺各國中國領事館、美國白宮前、聯合國前同台灣101大樓等張貼尋人啟事，等艾未未嘅頭像遍佈全球。